再来看有一个伫屏东营总在照顾妈妈的潘小姐，伊指控伫病院风偷翕哦。伊嘛正不满讲，医护人员甲病院拢无好好啊处理，伊只好家己去报案。警方是表示讲，目前无发现违法的相片。病院嘛表示讲，有一个外包人员已经互厂商死头路了，病院嘛继续来协助家属。 潘小姐和查某囝来病院要照顾阿母，煞互病院外包勤务人员举手机偷翕。潘小姐讲，伊当时大声呼叫医护人员协助，偷翕的人煞摕手机开始ถ่相片。医护人员当时无积极处理，互伊决定直接打电话报警。这名勤务人员嘛，互带去派出所。解救我妈妈开完刀之后，这当天他有拍很多的照片，然后他甚至看到我女儿独自走在厕所的时候，他就跟着她，然后从厕所外面偷拍她，因为他从镜子看到。 对，可是因为我女儿就之后就会发现，好像这个人都会一直出现。经现场检视手机内容，确认无私密影像，针对相关影像及行为进行后续调查。 警方查看勤务人员的手机了后，暂时无私密的相片，不过有部分的画面涉嫌侵权，会搁进一步调查。潘小姐表示，这名勤务人员的手机内底对7月22到8月初6，拢有特别针对因查某囝翕的相片，互伊感觉无爽快。尤其是伫代志发生了后，院方拢无甲因回失礼，互伊对病院处理的方式足无满意。所有的病患还有医护人员的隐私遭到严重的侵犯，他们没有要主动去了解。 去追究这件事情，家属的后续的相关的法律流程，本院将提供完全的协助。屏东营总讲，外包厂商伫昨就甲这名勤务人员开除。医方人员表示，家属的部分有需要任何心理咨询，也是相关的法律协助，因拢会尽量斗相共，嘛要求外包的厂商提升勤务人员的管理制度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